台股量要去到5萬點咯，有愈來愈濟人哦投入股市，嘛有袂少人用厝、用股票、用信用貸款借錢來投資。也毋過股市是起起落落，風險是真懸哦。今仔解破新聞，咱就要請萬婷來為咱解破目前民眾是安怎想股市，政府是安怎要來應用。是主播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今仔日解破新聞就要來看即馬股市交易，台股是欠甲掠袂牢，有愈來愈濟人攏想要蹦即個勢賺大錢，就開始甲因的錢落入去股市內底，想要買股票來分一塊餅。毋過，毋是所有人攏遐爾有本錢，有的人就會透過用厝去貸款，或者是信用貸款等等的方式，先來甲銀行借錢去投資。遐這借錢的人一日也變濟，風險嘛對咧增加。就連彭博新聞社嘛提出警示，講這台股的風險是已經開始出現，為着買賣股票來借錢，結果煞還袂出來。這款違約的金額，佇咧6月是已經增加超過20億，這是為2019年以來上懸的記錄。針對這個現象，金管會嘛定出2條紅線，只要達到，就會啟動專案檢查。一個就是這銀行放款的金額是向來大量增加，過來就是無按時還錢的人，這個比例是一直咧加懸。只要達到其中一項，安尼金管會就去甲關心一下。金管會嘛公布上新的數據，咱會當看到講銀行佇咧5月借出去的錢，也是以民間企業較濟，個人的部分目前是也未增加甲上超過，佫佇咧合理的範圍，也未達到警戒。毋過金管會也是會繼續來管控，隨時注意風險，提醒大家有錢賺是好代誌，毋過也是愛評估家己的能力，好好來規劃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破新聞，咱將鏡頭交轉去主播。